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李凡飞。摔跤这项运动已经有近1000年的历史，国内外各级赛事也常见摔跤项目。台南市经过民政局副局长吴明熙、台南市议会秘书长严升旗以及相关单位等人的筹划，终于在109年成立了专业的摔跤道馆。而这个场馆也是全国唯一专责训练摔跤选手的道馆，带您去看看。这群将代表台南市出赛的摔跤选手正在卖力练习，为的就是希望能够在113年全国运动会上发挥实力，为台南市争取荣誉。练的时候很辛苦，会，但是我觉得练完然后有成绩的时候很开心，觉得很值得。就摔来摔去的时候，有那种刺激感。你像比赛成绩啊，你比如说未来会纳入一些升学的一些加分条件。会啊，就是有一些奖学金之类的。台湾过去在训练摔跤选手时，都是借用柔道的场地来练习，并没有一个专责的道馆。后来经过众人努力，终于在109年，台南有了专责训练选手的场地。更难得的是，台南也是全国唯一有摔跤道馆的城市，由此也能看出台南市对于选手培养的重视。摔跤委员会呢，一直以来在我们全台湾各县市，摔跤是一个不是很热门的运动但我们现在就有这次的全民运的选拔赛，可以提升我们台南市市民跟选手，还有我们未来的学生在以后升学上有一个发展，让我们可以更有强身健体的一个机会参与这个武术。台南市摔跤道馆的成立，除了是为了培育选手可以在国内外各项赛事发光发热，也希望能够号召更多国人一同来学习这项强身健体又能防身的运动。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桃园市长张善政4日上午前往捷运绿线G07车站的工地视察施工暨地震的应变机制。张善政强调，市府非常重视震后的施工情形，尤其工地现场常有许多过渡性的措施，都需要特别注意。希望桃园各工地皆能以G07车站的工地应变处置作为典范，落实自主检查，确保震后的工地施工安全。4月3号，花莲大地震造成全台各地许多灾情。桃园市长张善政4号上午特别前往捷运绿线G07车站工地视察施工及地震应变机制。市长强调，市府非常重视震后的施工情形，尤其工地现场常有许多过渡性措施，都需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工地里面有很多过渡性的措施，是不是因为地震的关系会松脱，造成这个工地的这个风险？所以今天特别挑了我们在这个绿线捷运桃园站这边G07的这个工地来特别视察一下。那么刚才从地面走到现在，是将来这个地方是我们以后绿线捷运的这个上行线的这个月台。那么上面呢有台铁的这个月台，所以从上面几层走下来看一下，还有听刚才的简报，了解说在地震以后，其实有很多标准程序检视工地是不是有这些譬如说是挡土墙倾斜，旁边的道路裂缝，或是更旁边的这个建筑有倾斜的问题。刚才了解了以后，目前这个工地旁边的这个安全都是安全无虞的，看了以后比较放心了。也希望说这个工地的这些做法，在其他的工地里面都能够一样的落实执行，保障地震以后我们所有工地的安全。机工局表示，地震后就第一时间成立紧急应变小组，迅速完成工区灾情检查。除了目视检查，还以监测仪器测量相关数据，由专业技师评估，双重确保施工安全。同时也指出，G07车站要开挖40米深度，目前进度已经下挖到地下3楼月台上行线，预计年底到明年初完成结构安全。G07车站目前的进度。土方开挖是已经到了我们的 V3 就是我们捷运的月台层上行线的。那在下头还有一个V4 跟 V5 的这个开挖。那这个开挖，我们预计在今年的7月左右会开挖到大底，也就是40米以下的深度。那完了以后，我们会赶在今年的年底到明年的年初，我们会完成。大底，那大底完成以后，707车站的安全大概就可以说100%的可以确保。好，那这是
目前在规划的进度。那另外就是从八德那边来的捷运隧道啊，在115年底、116年初，这个时候也会从八德建国路这边一直过来到接707车站。那我们的08站那边来的中原，就是从中正路那边来的部分啊。也是差不多2年内啊，也可以到达这边，所以我们707车站目前还是持续在赶工，那目前的进度都是在我们的掌控里头。桃园发生5级地震后，捷运工程人员除了目视检查，也调阅所有感应器显示数据，判读连续壁等地下层结构。桃园站公务所甚至掌握台铁目前的月台有无下线等即时资讯，所有数据都在监控中，并且显示工地安全。张善政市长希望907工地监测地震等安全措施能够成为其他工地参考。记者赖伟一同报道。基隆军港西迁规划的重要关键工作即将完成最后1里路。近期在中山2路的基隆港务警察总队的办公大楼进行开工典礼，祈求圆满顺利完成。一场开工顺利。第2场动土平安。画面上是基隆港务警察总队办公厅舍大楼新建工程的祈福开工典礼，现场邀请了许多中央跟地方的贵宾见证这个重要时刻，包括在地议员跟里长都到场祝福，希望这个新建工程可以让基隆变得更好。那今天这个动土仪式，就是我觉得很圆满、很温馨。军港西迁，我们在今年就可以全部都完成了。那军港西迁以后，在东岸这一边，从东1一直到东6、7，中间刚好还有港警总队的大楼在这里，所以它会显得相当的突兀。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过去就开始争取经费，去找地方来重建。所以今天就是这个新建大楼的一个开工典礼。高兴能够代表林右昌林部长来参加基隆港警总队办公厅舍的新建工程哈。这个工程是林部长在离开基隆之前最念兹在兹的一件事情，就希望提供我们港警的同仁一个很优质、很舒适的一个工作的环境。那事实上，这个案子在过去他担任市长的任内，我们透过市长的平台呢，跟中央积极来争取原来这个工程的总经费是2.4亿，后来因为这个营建物照的这个上涨所以大力在跟行政院争取。总共达到这个4.4亿，大幅增加2亿元所以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提供我们港警的同仁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环境。那也相信未来完工之后呢，可以对整个港区的治安以及这个海上的这个巡防相关的这个工作可以有大大的注意。那也期待这个工程能够顺利圆满的完成。就要谢谢林威柔总队长，他在2月6号就不厌其烦的每天传讯息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发建造？公文到了哪里？总算在2月27号，一切都顺利过关。这个当中，每一个工程，每一个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有的理由是为了什么？因为基隆是北台湾最重要的城市，让所有维系航港、维系基隆港这一块地方的港务同仁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是我们所有身为父母官必要的责任。我非常感恩，我像在基隆市政府，我可以看到我们协助完成这样的功德。再一次真的谢谢所有前朝跟所有参与的人们，你们让基隆市变得更好。那在这里代表谢国良市长，祝这一次活动圆满成功，基隆盖这个很顺利，让所有的在这里的港务同仁居住的更安心、更开心，庆祝活动一切顺利、圆满成功。谢谢大家。所以说，港务局跟我们基隆市民应该是息息相关。我们要如何共存、就是共享，然后如何让基隆市成为基隆就是台湾头，然后让人家知道我们基隆是一个很漂亮，然后又有历史文化的一个都市。赞！基隆市政府赞！
而市民也相当关心原本的钢筋所迁移拆除之后，用地会如何来规划。拆除以后呢，我们连同军港迁移以后所剩下的空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它刚好是在1到4号码头、东2到东4号码头邮轮作业，跟后方东6号码头这个地方是货物作业，所以刚好是在货物跟客运的一个转接的一个地点。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目前规划是希望来发展物流，同时可以去做邮轮的补给作业。物流作业跟邮轮的补给作业，那我想物流作业在目前来讲，过去港口我们大部分是以进出口仓储为主，那但是就整个贸易跟整个经济的一种转型来讲，未来物流作业会是在港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规划在这个地方呢，未来是采用物流作业跟同时去支援前面2到4号码头的一个邮轮的一个补给，我们希望往这个方向来发展。据了解，基隆港警总队将先建后拆，预计114年7月新大楼完工，115年年底前完成搬迁与旧址拆除。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高雄市长陈其迈在议会定期大会开幕前，依照往例拜会议会的各党团。陈其迈表达对议会支持的期待，并表示市府团队愿意倾听福国利民的各项建议，共同努力推动高雄市的发展。依循往例，高雄市长陈其迈在议会定期大会开幕前，率领市府团队拜会各党团，首站来到国民党团，议会总召黄香淑及同仁也给予热情迎接，并向陈其迈表示，有多位议会同事北上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争取高雄市相关建设，也获得韩院长的承诺，会尽全力协助高雄。陈其迈听闻后，也希望蓝营党团协助引介，一起北上拜会韩院长。党团在前一段时间也有10几位议员有先去拜访了我们的韩国瑜韩院长那其实也有针对一些高雄市的一些重大建设，也有去希望说中央能够协助所以不要卖拢讲阮拢是咧唱衰高雄其实阮为着高雄市的建设国民党团嘛最拍表最认真的。市长这边还支持合作，他提报上海，他绝对会全部配合。这样刚好，刚那个传话题OK 啊，没有问题啊。陈其迈紧接着来到5党联盟，向党团总召陈善慧以及市府团队介绍并推广议员陈信富念兹在兹的赏银季，希望大家有空去山区走走，欣赏美丽风景，促进地方观光。新讲英文。有时候放松一下，假日去走一走。几月？我们是328到4月22。大概1个月了。322到428。428好。陈其迈继续来到民进党团，向现场议员说明目前市政推动方向。陈其迈提到，交通轨道建设是重中之重，但也是一笔庞大的财政负担，所以请副市长林清龙成立专案小组，平衡财务收支差距，利于工程未来能顺利进行。那接下来还有捷运支线，好，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财务的负担会很高，所以林副就组成一个专案小组了哈。就去把这个财务要去做一个平衡，尽量讲咱这开发有钱捷运咱来付钱给人，这两个尽量会咱把这个时间差甲扭平，安尼咱借钱会降低，城市也顺续开发，所以咱这边场站的开发这个部分呢，也加速的在进行。对于议会新会期的开始，市长陈其迈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希望议会党团对于市府推动的地方建设可以给予最大支持。另外，议会只要是福国利民的建议，市府团队也都会谦虚倾听、检讨改进，共同朝目标迈进。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第20届台湾国际蓝展以及第23届世界蓝展，今年首次以双展的模式在台南举办，为期16天的2大盛会，总共突破35万人，现场兰花的销售更高达2500万，创下20年以来的新高。台南市长黄伟哲更预告，明年3月的兰花双展将加入亚太蓝展，持续行销兰花到全世界。台南经过20年的努力，今年成功争取到世界蓝展和台湾国际蓝展同步举办，吸引62个国家参展，展期也延长到16天。根据统计，每一天都吸引数万人前往赏花，总参观人数突破到35万人。
现场兰花销售2500万，也创下历年来新高。对此，市府和主办单位台湾兰花产销发展协会，在农业部农粮署以及经济部国贸署等单位指导协助，正式举办成果发表会，盛大热闹。今年的国际兰展暨世界兰展从2月24号开展，一连16的热门的展期，创下了很多的好成绩。我们这次的世界兰展暨国际兰展，所以我们的订单也超越了以往这3到5年的蝴蝶兰订单，已经超越了115亿的台币，这是历年来最高的一次。观人数有比去年再增加了2.7万人，这个部分真的是让许多国人以及外国的友人都纷纷惊艳，而且我们选择了在台湾灯会跟兰展都是在同一个区块能够互相辉映，而且互相能够拉抬。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应该是非常好的。那明年2025年，台南市也争取到了亚太兰展的主办权。惠中市长所加码预告的好消息，就是3年举办一次的亚太兰展，明年3月将和台湾国际兰展以双展的模式来登场，要持续行销台湾台南的兰花到全世界。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113年度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学8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市长侯友宜以马耀校长的身份颁发聘书，并与树林及新店崇光2所社区大学签订合作意向书，希望透过全民原教，让大家认识族群文化，打造新北多元共融社会。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新北市部落大学开学典礼，在典礼开始之前，侯友宜与在场贵宾一同为4月3号在花莲地震中的罹难者与伤者祈祷，希望亡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花莲快速重建。同时，我在这里，代表我们新北市的4名原住民的好朋友们，对花莲所有的受伤害的所有的人祈祷跟祝福。希望大家都能够，亡者能够安息，伤者能够早日康复，花莲能够快速的重建。侯友宜表示，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学迈入第19个年头，除了持续在传统技艺、族群文化、语言教育、产业经济与健康照护等5大类型规划丰富多元的课程活动，今年更与树林及新店2所社区大学合作，采工作坊形式，借田野教学、游戏体验的方式推广原住民文化。也感谢各县市讲师来到新北投入教学，让大家认识不一样的原民传统技艺。原住民族部落大学今天正式开学。我们这一次特别跟社区大学树林跟崇光并肩作战，希望来发挥全民原教、多元文化。所以我们着重在4个重点里面，一个是我们传统技艺、语言教育、原住民的文化，还有产业经济、健康照护。在这些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借着田野教学、工作坊还有游程，推广更多的原住民，让大家能够认识他们的文化以及他们的背景。所以这一次的全民原教大家一起发挥多元共学的方式来认识各个族群。原民局表示，新北市持续推出多元丰富的课程活动。今年新北市部落大学在全市15个行政区推动都会型部落大学，从原住民文化传承到都市族人产业创新科技，共计50门原住民学程，在4月陆续开课。有兴趣的民众可以陆续报名参加。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行政院已经核定通过台62线延伸万里金山可行性的评估，行政院长陈建仁到场视察，宣布这项好消息。市长谢国良、立委林佩祥跟多位市议员、里长也都到场关心，将与中央携手共同推动。画面上是新北市的翡翠湾，行政院长陈建仁到场视察已经核定通过的台62线延伸万里金山可行性评估计划，期许未来透过交通路网的延伸，促进区域经济观光发展。台62线的延伸万里跟金山的计划的推动，实际上是相当的重要哈。那
这样的一个推动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得到，刚才我们局长也有报告哈，单单隧道哈，这有3公里、6公里，就是将近6.5公里的隧道，然后剩下来的就是桥，所以未来哦，那个景观上也一定是很美的哈。那而且很快速，所以我们从这个台62线的马东系统交流道延伸到金山的外环道哦，那都是桥梁隧道的辟建哈。那有12.1公里，那我们会开始就是前面从马东系统到万里交流道这一边，大概有10.9公里哈。那如果它完成的话，刚才讲过，我们观光也好，产业也好啊，就业的机会、投资的机会也都很多，而且可以强化跟促进我们区域平衡的发展哈。那对民众来说，当然有一条便捷的道路啊可以使用，还有疏解我们刚才讲的交通的瓶颈哈。对于保障我们当地居民的用路安全啊，提高生活品质，也都有很好的影响。针对这项延伸案，地方上也相当关心，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立委林佩祥、多位市议员跟里长，还有新北市的民意代表都到场。地方将和中央共同努力，来促成台62线延伸万里金山，也希望借此改善基金路段的塞车问题。这个路线的开拓一定能够有效的让我们不论是周末的车潮，或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交通瓶颈有很大的改善哈。在这边先谢谢院长，那也建请交通部公路局哈，在本计划后续综合规划的阶段哈，把62的延伸路段能够增加更多的匝道的服务哈，尤其是在我们马东系统可以往西连接，这边就有写哈，连接到62就往西到金山万里。那我想这样对基隆市的整体的交通的发展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也感谢交通部王部长跟行政院，尤其是院长今天亲自到来哈，都对这个建设未来的发展跟时效性我想都充满了期待。再次谢谢行政院跟交通部对这个事情的关心，也代表基隆市民感谢陈院长的用心。台62线不能直接接3高的话，那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车流量是不会减少的。因为刚刚在简报里面，他们主要讲的是基金2路的阻塞，但是其实基金1路从129巷到基金2路1号之间也是非常的塞，因为那边差不多住了将近有2万人，我们大武仑的居民，所以佩祥在这边还是建请说，在我们行政院在规划设计。在综合规划设计的时候，把国三到62号这个西向的匝道还是考虑进去，这样子才可以成功的在假日的时候，把这些我们所谓的台北游客的车流量顺利的导向万里，而不会跟我们当地大武仑3万人的生活作息展开严重的冲突。62延伸案哈。一次又一次的夭折哈，在2020年我们提出从七堵哈直接延伸到万里走3路这个建议案，到今天终于乐见哈已经有一个雏形出现了哈。不过一路走来，我们几位议员呢一直在为基隆这边争取。当然我们是安乐区的议员，但是七堵山区有类马林这个地方，目前还是一样没有规划一个匝道给我们山区做未来的发展哈。我希望今天我们佩祥委员也在这里哈，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意见也带到我们交通部哈公路局，让他知道我们基隆不是只有让他路过，我们希望基隆也要有一个匝道，让我们有瑞马林以后有发展的空间。我们七堵马林这边马东这个地方的，我们第一个我们环评如何？环评的后续状况是如何？以及我们这些用地征收的状况是如何？以及后续我们七堵马林这边的交通流量的路线的动线是如何？它应该要尽快拨个时间，找个时间来到我们地方说明会。公路局简报表示，台62线延伸万里金山计划将优先推动台62线马东系统到万里路段，总经费约240亿元。接下来将办理综合规划、环评与建设计划，预计建设计划核定后6.5年完工。另外，第2阶段万里到金山段将在综合规划纳入评估。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
住在高雄的人一定听过抓漏名人陈才佑的名声，那么您知道现在也有帮道路预先抓漏的科技利器了吗？高雄市水利局近2年透过透地雷达车检测道路的潜在坑洞，到目前为止改善了300处以上的坑洞，未来也将持续编列预算为市民继续抓漏。这一台看似推车的机器，可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它在这2年来为高雄的道路抓漏有成，是许多道路的救星。它就是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在近2年与厂商合作使用的透地雷达检测仪器。透地雷达检测是一种非破坏性检测的作业，它就是不用开挖的情况下，可以知道地下状态的信息。利用机器雷达发射跟接收电磁波，当电磁波打到不同介质回传的时间差之后，我们就会透过分析来知道地下埋设物的状态，如管线、箱涵或地下坑洞的位置、大小。许多埋在马路底下的排水箱涵或管线，因为老化而容易导致塌陷，在肉眼看不见的状况下，难免会造成土壤流失，而使道路产生坑洞与塌陷。因此，透过透地雷达检测技术，扫描地面下的资讯，并带回去让专业人士检测后，就能找出因下水道管线脱落或损坏造成的潜在道路坑洞。不用大动作开挖马路检测，也可以精准的对洞开挖填补。过去的道路坑洞发生时候都是立即性，都是亡羊补牢。可是引进这台技术之后，可以产生很大的立即预防效果。我们去年也配合那个公务局跑步，在新兴区的民生一路，还有楠梓区的草民路，也利用这个透地雷达作业，配合公务局去跑步作业做检测。其实新铺道路品质都非常好。透地雷达检测技术在台湾是由高雄市政府率先引进，并在这2年期间投入1000多万元经费，改善了321处的潜在性坑洞，成效相当良好。这个是从那个日本巨社公司他们引进来台湾，那我们就是厂商是跟他们合作这样。那透过高雄，它是市府单位，然后他们第一批就是来做这个使用这样。水利局持续争取经费来执行这个透地雷达作业，希望是透过这个作业时候，可以将地下潜在的坑洞找出来，先行修补、填平。那其实也因为这套技术可以建立到地下坑洞的资料库，我们可以容易掌握有潜在坑洞的路段，提供我们水利局来做巡查、修复的依据。未来水利局也将继续编列预算，并建立道路潜在孔洞资料库，提供水利局人员加强巡查及提早修复，给市民一条平整安全的道路。记者朱敬伟、周福信高雄报道。台湾最古老的佛寺竹溪禅寺响应台南400，特别举办明清文物展，展出佛像、志书、文物、诗词与匾额，其中有几件是首度公开的珍品，希望让民众了解台湾早期佛教的发展历程。台南市竹溪禅寺创建于明朝永历年间，至今超过300多年的历史，是全台湾第一座佛寺。这次特别从3000多件的文物中，挑选出明清时期的文物做展览，以人物的观念、人物的概念去串联所有竹溪寺在明清2代的文物，包括匾额、包括佛像，还有一些文献，还有诗词。然后，因为如果把人物放在这一些物件里面，竹溪寺的历史就会很生动地呈现出来。展览中有展出清顺治16年的佛经龙书净土文，还有大家熟知的了然世界匾额，以及3面乾隆时代的匾额。其中最特别的是这面万岁牌，相传是在日治时期定名为竹溪禅寺后，第1代住持结缘法师所保留下来的。那这个牌呢，在我们台湾有建档的大概只有4块，那我们台南我们竹溪这一块并没有被发现。这次副教授刚好把它找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它的背面是刻了一个面然大菩萨。当初可能是结缘和尚，他为了保存这一块牌子不要被日据被毁坏，所以他把它改成是一个类似一个菩萨的一个牌位这样。因为这边那种故事，有一个人的历史，一个人的思想，搁再会当证明着讲当时呢，真这个所在真侪文人呐，真侪高人呐，对这个社会
敢像人咧读册啦。寺内也拥有2座明代时期的观音像，这次展出的推测是最早的佛像之一。未来文物馆落成后，也将和日治时期的文物结合，举办跨世纪展览，让大家了解台湾佛教的历史。记者孙怀台南报道。中坜水资源回收中心第1期工程在8日下午正式完工通水启用。桃园市长张善政与内政部次长吴唐安等人也都特地出席，见证全国第2大污水促餐案的阶段性里程碑。目前厂区每日可处理39200吨，约7万户的污水。未来18年内也将完成大中坜地区污水管线布设246公里、20万户的接管，改善老街溪与新街溪的污染问题。水资源回收中心正式通一声令下后，中坜水资源回收中心正式开始通水运作。作为全国第2大污水促餐计划，中坜水资源回收中心第1期工程在日前完工。桃园市府水务局因而在8号下午举办启用典礼。内政部次长吴唐安和桃园市长张善政也特地到场参加，见证计划阶段性里程碑。张善政感谢所有参与同仁的努力，也期盼未来能一步步推动计划，提升中坜地区污水下水道接管率，改善新街溪、老街溪等河川的水质污染问题。今天对于桃园的水环境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位于中坜的水资源回收中心今天正式启用。那么过去若干年克服了很多工程上的困难，今天能够顺利启用。那么这个水资源回收中心是我们国内数1数2污水处理的 BOT 案，算是规模非常大的。那么在未来的18年吧，我们还会继续努力，把这个水资源中心延伸出去的管线会扩充超过200公里。现在我们大概只有10几公里，让我们桃园的这个污水下水道接管率能够持续上升。现在我们桃园的接管率大概20几、30左右，期待在这个未来若干年里面，我们这个水资源中心发挥功能，把接管率能够持续向上提升。那么回收出来的这个水经过处理以后排入我们的新街溪，对于我们改善新街溪、老街溪的水质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向我们桃园宜居城市又迈进了一大步啊。负责该计划的全鼎水务公司也现场简报，介绍中坜水资中心第1阶段启用成效。目前每日可处理39200吨，约7万户的污水，再把这些干净的处理水排放到新街溪和老街溪中。而未来厂区也将在增设再生水厂，协助干旱时疏解产业用水压力。这个水资中心呢，那是市府以 BOT 案的方式，然后由中鼎跟新达2间公司联合承揽。好，那总共新建期是19年，好，那未来还会有35年的营运，好，那能够处理的污水量呢，是16万吨，好，那目前呢，我们第1期完成了可以处理39200吨的污水，好，那未来还有4期需要发展，那希望能够把整个中坜地区19万9千户的用户都纳入我们的污水处理范围。历经2朝的努力，让卡关10多年的中坜地区污水下水道促餐计划得以取得阶段性进展。水务局也表示，未来会继续和民间企业共同努力，加速计划的推行，早日完成大中坜地区布设246公里污水管线，以及为20万用户接管，提升在地河川水环境以及民众的生活品质。记者刘婷台报道。基隆市长谢国良的青年电动机车方案一直是地方讨论的焦点。近期，基隆市府推出全新的公益方案，放宽了申请条件，许多有兴趣的民众都特别到火车站南站去看实车。画面上是基隆火车站的南站，环保局在这里有规划一个公益青年电动机车方案的展示点，3款机车吸引许多有兴趣的民众来仔细了解，根据自家的充电环境与通勤需求来做出最好的选择。刚刚他是介绍，如果充电的话可以考虑这2台，因为而且它又有0元的方案。对，如果其实你家里方便，如果1楼的话，它就可以充这2台，然后0元就可以带走。你们家的环境是可以充电吗？还是说要换电的方式？2个都可以啊。2个都可以。我家里是1楼，是不是？透天嘛。但透天那这个就蛮方便的啊，对不对？
那你会选择什么方案吗？我比较便宜的吧，就0元嘛。是里程数吧，里程也是一样啊，骑电车就是里程焦虑的问题。哦，对啊，所以我会希望说里程数 OK 就好。其实你说它马力多强都还好。对啊，因为骑代步就是这样啊，就是大家就是看里程数，然后像传统油车就是油耗啊，像电车当然就是看它的啊，比如说它一度可以跑几公里这样子啊。哦，这可以跑多远这样子？就你们现在使用的状况下，应该50-60吧。那现在刚刚说号称70啊80，可是应该要打折一下，因为时速快跟慢也有差别的。也有差别嘛，通常就是市区这样子，可能说，可以啊，市区到中山区这样来回应该都还可以吗？来到现场看电动机车的民众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对青年非常好的政策，因此赶快把握申请机会。那你觉得这个政策，对你来讲有没有觉得有感？有啊，因为机车都骑妈妈机车骑好几年了，真的，对啊。我之前是骑妈妈的机车，对啊，因为我平常都停在火车站附近啊。我都骑来火车站换客运啊。所以你也是通勤上学，对吧？重载摩托车现在不仅是年轻人很大的一个负担啊，带有很大的负担，就也是前人前代，因为电动车不管汽车、机车方面都完全以后都接近都是往电动车发展，这是趋势的，没办法。那你觉得说市政府推这个政策啊，就你市民的感觉是怎么样？不错啊，很好啊，鼓励就是节能减碳啊，对啊，因为真的对空气有帮助比较好。对了，其实没有帮助，这个比较重点。对，就算没有便宜到，可是对空气环境还是比较好。电费方面是真的是蛮优惠的，真的是得政了优惠的，因为10分总油费啊，你用油车也是要加油啊，对啊，你要不要修缮都要，这是基本的说送。市府电动机车新方案推出后，民众询问度相当高，展示点的服务人员也细心的讲解，让民众能根据自己的通勤需求与家里的充电环境来做出最好的评估跟选择。然后我会先跟他讲说车款有哪些，然后车颜色有哪些，然后在车子的部分，3月29号全面实施大降价了之后，我会跟他讲说价钱降价到哪里去，然后每个月的资费，然后可以骑的里程数大概是多少的，以及我们车子有保固2年，马达保固3年或2万公里，都会跟他讲这样子。是的。那如果我是比如说基隆台北通勤的，我应该选哪一种？当然是选我们光阳的，因为我们光阳全省都可以换电，有2000多家可以换，所以说1分钟时间就可以换好电，非常的方便。那资费呢？资费的话，我们有0元方案以及299方案，以及另外一个2125cc 的，则是那个有399方案跟599方案。那如果说他常常要跑到台北的话，他可以选择599方案的，他1个月可以骑到69公里，大概是478安时的部分。那我们的手机跟车子是连线的，马上就知道当月使用多少电量，所以他就骑的话会比较方便啦，而且我们的价钱因为大降价的关系，比油钱还要便宜，而且车子本身是0元的，对，所以只有你有车子，基本上就等于赚到很多了，对，再加上如果你有报废车，还再送1万块，加在起来的话，车子原价是76800，再加上那个1万块的那个环保奖励金，再加上车子的大降价，一个人可以赚10万块，只针对基隆市民哦，所以非常的有利，大家都会很踊跃的来申请。那如果我只是平常买菜啊之类的，买菜的话，其实你选我们光阳110cc 的就可以了，因为110cc 它有0元方案。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高雄大林埔迁村方案延烧10多年，许多细节还没有确定。然而，市府现在提出了几项让民众有些许疑虑的方案，并希望当地民众签下意愿书。高雄市议员陈丽娜对此感到相当忧心，表示此举恐怕会造成民众在迁村后面临负债的危机。高雄大林埔迁村的细节还没有确定，让许多民众相当担忧。高雄市议员陈丽娜指出，大林埔迁村计划书在今年1月15日才由中央正式核定，市政府就要求居民在5月底前做出迁村方案决定，有强迫民众选择的疑虑。
陈丽娜担忧，可能有不懂这些方案意义的民众，在填写意愿书后被迫进入法律程序而无法反悔。这次的这个意愿调查，其实有很多的民众非常担心，它是不是具有法律上的效力？那所以市长有提醒说，在5月之前，如果你对于这个方案的内容你想要做改变，还是可以去改。那所以我就要告诉大林埔的居民还是要审慎的去填这个意愿调查。那如果你对迁村还有任何的疑虑，你就要勾选那个我对迁村还有疑虑的这个栏位，那把你的意见写下来，就是说以备之后可以作为就是检讨的时候来使用陈丽娜在市议会向市府质询时指出，从目前给出的几个迁村方案来看，无论选择什么方案，都可能导致民众负债。其中原因除了当初收购价格已经与目前市值落差巨大，还有盖房的成本增加，都是政府没有考虑到的细节。若处理不慎，恐怕导致民众无家可归。像政府买这个多增加的这些要划建筑线面积的土地的时候，却是用市价来买。那我们都知道这边的行情大概1坪要将近40万左右，那所以对民众来讲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那也可能会导致很多的这个大林埔人在迁村之后变成负债的一个状况。那所以我觉得政府必须要考虑我重新再说一次，当时迁村政府给的3个承诺，叫做1坪换1坪，盖回原屋型，不负债迁村。那所以呢，依照这3个原则之下去做的政策才是会是最正确的。陈丽娜呼吁市府，希望遵守当初的无负债迁村承诺，不要让大林埔的居民配合政策过后，反而面临经济危机，成为被牺牲的无辜民众。记者李嘉荣、朱敬伟高雄报道。以正宗花雕鸡闻名全台的厨房有机餐厅，在开业19年的岁月中，一直深获消费者的喜爱。即使现在台湾有苏丹红及龟仔屌的食安风波，创办人依然不受影响，一路坚持溯源管理以及食安保证。带您一起去看看。厨房有机创办人高彤19年前创业的初衷，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做健康的餐点来陪伴女儿。他的正店招牌正宗花雕鸡，更是传承大陆师傅的正统手艺。而且厨房有机只使用养殖92天、总重3斤的跑山鸡，因为这样的鸡肉不但油脂分布恰当，肉质也更 Q 弹。鸡肉下锅后，再加入秘制的花雕酱，经过6道工序慢火翻炒40分钟收汁。上桌后，这道香气十足的花雕鸡，就算只拌汤汁，也能连客好几碗白饭。厨房有机的特色就是我们的招牌花雕鸡跟澳门猪骨煲。台南花雕鸡的特色，它可以1锅3吃。它第1次吃板条，第2次可以就是加汤再煮火锅。它这些特色都可以变化，像我们有花雕鸡海鲜火锅、花雕鸡海鲜粉丝煲，然后有做一些麻辣花雕烤鱼，这些都是很有特色的餐点。创办人高彤表示，创业19年来一直秉持着良心经营，把客人当成家人的理念。就算面对苏丹红等食安风暴，高彤也信心满满，一定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出现那个食安这个苏丹红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就有去做一些调查。其实苏丹红它是皮革油，它是用在皮革上面让它染色。那其实我们里面用的这个13香，它是中药去搅成粉，然后下去做拌香，所以不会有苏丹红的问题。那板条是我们店里必吃，所以我们板条是跟我们配合经营了快30年的老店配合，所以他们在检验方面都是合格的，不会有什么问题。为庆祝总店扩大营业，在30日开幕当天，更祭出了花雕鸡买1送1及打卡评论送龙虾的活动，就是希望能够回馈一路支持的消费者。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携手多家企业站台，宣传世界壮年运动会，号召更多的响应。同时，两位也宣布会报名亲自下场参加，期盼借由国际赛会让世界看见台湾。让我们一起共同在大家的期待之下，2025双北市壮运邀请企业共同参与。世界
界壮年运动会2025年5月17号到30号在双北举办，目前开放报名参加。台北市长蒋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都说会报名。蒋万安说报名项目先卖关子，而侯友宜则是揪蒋万安搭档。应该会报名。那至于报哪一个项目，其实目前都还在了解。好，那当然，同仁有建议我几个项目，但先让我卖个关子，因为届时，我们也会希望听听市民朋友的建议，看参与哪一个项目，真的能够带动整个运动的发展以及风气。那侯市长呢？我们新北市政府会组团队参加了，不管是在田径的接力比赛，或是棒球比赛，一定会参加。我个人一定会参加。不过，蒋万安市长，我们两个要不要搭档一下？你要参加什么项目？看你啊，网球啊，羽毛球、双打也可以啊，什么都可以啊。这些我擅长的就不要好。这个我们反正大家就是交朋友。然后让世界可能看得到，我们双北以及我们全台湾是一个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家。两位市长现场体验木球运动，透过发源于台湾且适合老少咸宜的全民运动，共同传递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的举办目的。大家也许对于世壮运比较陌生，但这是一场国际级非常高规格的赛事。顾名思义，世壮运就是壮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它的参与资格30岁以上，而且个人就可以报名，不需要有任何选拔就可以代表个人以及代表台湾在赛场上与国际来自世界各地的好手一起同场竞技。所以这是一场非常重要，不只是运动赛事，它也是结合观光、数位、绿色、永续，来带动整体台湾国际的能见度，以及来培养我们怎么样形塑全民运动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我们一直很希望透过双北世壮运，让台湾走进世界，也让世界进到台湾。所以这一次的世壮运，我想非常感谢我们所有赞助企业，大家共襄盛举，全力来支持，因为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宣传行销机会。我想不只是我们这一次竞赛的场馆遍布5个县市，而且会预估有110个国家的参赛选手，总共预估包括选手、还有教练团、还有整个家属等等，预估有超过4万人会来到台湾参加世壮运。所以不管是透过转播、网络上面的直播等等，届时我相信对于行销双北，甚至行销台湾以及所有赞助企业，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所以在这边，我要非常谢谢今天参与的各位企业，能够跟双北我们共同来签署合作的 MOU。那当然更重要，我想我们还有很多不止宣传行销相关的物资、宣传品，很需要大家一起协助。最主要是在壮年运动会的过程当中，以运动健康来交朋友，然后认识一个国家，认识一个城市，这才是最重要。所以用运动友谊会，大家来认识自己，然后了解我们所有国家的历史文化，这才是最主要的目的。所以每一次世界壮年运动会参加的人，大部分都是全家还有医老扶幼，大家一起来做观光、休闲、旅游，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目的。所以为什么世界壮年运动会我们预估会有4万人参加？不见得4万人都是选手，但是4万人可以带动更多的亲朋好友来的时候，他的消费能力是很强。我们当时预估大概会100亿，那不既然都会集中在双北，光我们比赛场馆就有6个县市的场馆，也会遍及到全国各地。所以这一次很重要，就是说，除了我们双北来举办以外，我们更需要更多的企业来给我们支持、加油、打气。
从这当中让全世界来的选手们以及家属们认识台湾，了解企业，更重要可以提升企业在国际的形象。所以除了我们双北的双千今天来以外，我也在这里呼吁全台湾的企业家都可以来参与，让我们全台湾的企业家为这一次的世界壮年运动会，等于是中壮年，不叫中壮年，30岁也不叫中壮年哈，青壮年以上的人，能够在这参与的过程当中，带动我们的国家运动风气，也带动外国来认识我们台湾，这才是最主要的目的。那其实这段时间我也知道双北的承办单非常的辛苦，因为离我们比赛5月17号大概剩下1年多一点，等于是在紧锣密鼓当中，除了已经开始在报名以外，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身为政府部门，我们一定要带头参加。所以新北市政府在这一次一定会组团队参加，而且我是鼓励性质组团队参加。那其实成绩不是那么重要啦，不是要打败什么哪一个县，都不是打败哪一个国家，这友谊比赛嘛。那友谊比赛大家都轻轻松松，所以壮年运动会不要把它当成哇，我要拿金牌啊，那样，就大家好好，甚至我们政府单位可以用这个方式跟企业也可以组队参加，企业也可以组队啊，大家彼此间友谊比赛以外，也跟外国朋友大家都认识啊。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国际赛事需要集众人之力合办，2位市长号召企业参与、公司合作，加强赛事资源与丰富度，也增加企业曝光度，达到市府赛会与企业3赢目标。记者张启腾、翁宇俊台北报道。在过去1年中，高雄市平均借书的册数创下了历史新高，看书已经成为高雄人的新潮流，彻底摆脱过去的文化沙漠称号。高雄市立图书馆表示，在高雄借书的热门排行榜中，上榜的还有性别议题的书籍，与其他县市非常不同，呈现出高雄人对于进步议题的重视与世界接轨。你今天看书了吗？根据最新的2023年分析报告指出，高雄市再度蝉联阅读力表现绩优城市，回到图书馆借阅书籍的每人平均借阅数量也从5.94册提升为6.49册，展现出高雄人爱看书的文化氛围。在这次国家图书馆所举办的112年县市阅读力表现绩优城市呢，我们高雄是位居在前段班，不管是在人均涌书的册数，还是人均的借阅册数，那甚至在人均的到馆次数，还有民政的持证比例呢，都有在名次里头。高雄市立图书馆也指出，高雄会有这样的傲人成绩，绝对不是只有图书馆或政府推动才能做到，民间企业的支持与民众的阅读习惯也相当重要。因此，高雄早已挥别过去常被冠上的文化沙漠称号。高雄呢，其实已经不是大家认知上的文化沙漠。我们其实借由图书馆办的各项推广的活动啊，还有办的各种主题书展，都可以让大家更容易的接触到书。而高雄人都看什么书呢？高雄市立图书馆说，高雄人和其他县市的人一样，最爱看文学类作品，但高雄人的热门排行榜中，与性别相关的书籍也登上排行榜，与外县市的口味不同，展现高雄市民对性别议题的重视。第二性这本书，它就是像黑马一样窜出来，那这是之前比较不会有的状况。那我们一般最常见的都是，比如说像文学类的书籍啊，或心理类的书籍啊，这些会比较受到民众的青睐。性别议题的书籍居然入榜了，然后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跟国际的潮流有一致化这样子。高雄市立图书馆也将在未来继续推动各种阅读推广以及讲座活动，更深化民众的阅读习惯，期待能创造属于高雄的崭新阅读风气。记者朱敬伟、周福庆高雄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李凡飞，我们下次再会。